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民众党拄些大问题，才拄交保北检随提起控告，高庭法院已经开始处理，也毋过因为资料有较侪，今仔日无一定会有结果。蔡英文穿一领海军的风衣，民进党立委甲改版引起南亚的批评。王定宇解说，这设计是甲军服无相同，海军讲这是一般的商业行为。电气团到地下暗到明仔载透早，就是上寒的时阵，南投合欢山的武岭出现一堆要看戏的人，也若玉山今仔日也结束霜。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28日暗新闻，我是麦湘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才拄交保领，这北检随伫昨暗来提起控告，包括郭文哲、沈庆京、应晓薇甲李文忠。即马高等法院表示已经开始咧处理啊，也毋过因为这资料有较侪，所以今仔日是无一定会有结果。另外呢，是风声这民众党有意思要互黄珊珊来复权，前秘书长谢立功是表示讲，这代志有影是真大条，必须要有法官通去参考。交保了后，隔日，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佫行出门卡口，面对媒体提问，敢若苦笑回应，马上关起律师事务所。这什么题目啊？睡好吃饱。郭文哲等被告全部得到交保，北检不服结果，伫法院裁定了几点钟，差不多27暗时9点外，真紧提起控告，包含郭文哲为政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郭文哲竞总前财务长李文忠，就前台北市副市长潘建清无被提控告。高院表示已经开始罚款，不过因为案件量较侪，无一定第2月有结果。不过司法攻防还未结束，即马民众党内各风波，似乎有一股力量想要推动黄珊珊复权的事情。那如果中央委员会跟中评会要做出这么样大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在外界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民进党前秘书长谢立功表示，红社党内有人要争取中央委员，想要推动民进党立委黄珊珊搁复权，一直讲这代志真重大，爱护法官意见。不过为党中来看，无相关的规定。共党的中央委员江浩书反驳，黄珊珊无申诉，各共党内免个分裂。中评委的裁示就是确定了。他也没有申诉呢，黄珊珊没有申诉呢。但是你用这种的主张，我说实在的，我们不可能再分裂了。第一个，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啦。如果选出新的中央委员要来操作这件事情，我想不晓得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都要顾及到党内的团结跟和谐。面对党内风波，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表示，无听到相关的消息，针对检方提起控告，也跟他讲尊重。不过，即卖郭文哲交保了后，民众党的未来情势拢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前总统蔡英文，伊捌穿一领海军的风衣，是真侪人拢真介意。也毋过呢，因为这是军服，所以是无对外咧卖。后来，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是找厂商甲改版，袂互人穿。面对南亚立委的批评，这王定宇解说讲，这外套的设计是甲军服无相同。也那这海军是回应讲，这就是一般的商业行为。这样也要拍啊？前总统蔡英文今年访问欧洲，穿深蓝色风衣，互人学老流行有班。这是海军2020年外新式风寒外套，互蔡英文互人学老是海军上好的代言人，因为是军服无对外卖，一般人是买无。或许要稍微再想一下吧。对，觉得这个颜色跟外形外观是觉得还 OK 了，还可以。不过，国民党立委齐卡新也出民进党立委，也是立法院国防甲外交委员会常委的王定宇，疑似开团购将军服加做党服。因为那个版权是海军的如果要买的话，可能就是说必须要调整。
徐巧芯提出王定宇办公室的便签，指王定宇找到原厂供应商提调海军 ROC Navy 的字样改做 DPP， 添台湾的民进党版本，介绍也比国军服装站原价6500搁较俗。徐巧芯口说例行买150领，看下海军的智慧财产权。王定宇反驳300%自费，也要求厂商免甲军服同款，反倒来呛徐巧芯无代志咧找代志。大概在5200块到5400块上下，这个远远低于我们海军自己要去购买这件衣服的价格。身为招委，还要去贪这种小便宜，去压这种价格，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那海军如果要保护他们智慧财产权，想要去提告，感觉上也没有办法，因为呢，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压力。去掉军服的一些特征，甚至于里面的 logo， 我们都希望是写 DPP， 也就是民进党 Team Taiwan， 不可以有相关军服的字样。法令也兼顾了钱是花自己的，厂商是民间的。海军回应，海军相关服装无开放给民众买，民众家己找制造商买同款的外套是一般商业行为，甲海军本部无关系。蔡英文也捌穿空军造旗队的外套，给民进党学开设计，配色改做绿色，造旗也是民进党党庆的纠集版。伫过去的选战场合，真侪摆拢有穿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有影是真寒，今年第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是当咧影响台湾。下暗开始到明仔载透早，就是上寒的时阵，气象署来针对1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探这波低温，在南投合欢山的武岭是出现一堆要来看西人，和车辆是汹汹小偷背离。也那玉山今仔日也来结树霜，风景是不离啊水。透早天也未光，合欢山武岭亭已经是人客甲杂通通咧等势，离山顶的交通也已经大拍架。警方赶紧到现场疏导，暗过天愈光，人车愈多，有民众讲亲像菜市共款。冷气团到位，气氛创新低，民众到合欢山等势，人多车多，乱象也多。麻烦武岭到山水的路段违规停车的车子，请你现在赶快停车。警方表示，就月假期拄到冷气团，为17暗时上山的人车就真多，毋但停车场全部停满，通向合欢山的第14架线路边也拢是违停的车，互原本就无快线路搁较歹行。警方到场也已发开单。武岭停车场全满，有驾驶路边停车妨碍交通，警方加强疏导并取缔交通违规5件，处理车祸1件。警方呼吁驾驶不要违规停车。入冬第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玉山18早起5点左右出现零下1.6度的低温，树顶也结树霜，正做壮观的雪国景象。受这波冷气团影响，气象署针对18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气温明显偏低。气象署表示，整体来讲，1月全台各地气温差不多20度到18度左右。伫18暗时到29的透早是上寒的时阵。今天晚上整个冷气团强度来到最强，再加上明天清晨的辐射冷却，可以看到其实各地的低温可能都只有11、12度，甚至有些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7到9度的低温。气象署提醒，这摆冷空气较大，各地拢是侪云到侪云好天的天气。落雨机会无悬，今日伫东半部有兰山的短暂雨，按算伫拜日冷空气减弱，暗过爱些注意日夜温差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面对这波低温呢，即马已经传出有家友起予寒甲昏去的消息啦。这波冷空气呢，在台北市是开放空间，互家友会当有所在通可比，免踮外口咧扇冷风。也那伫新北市也有安置家友，也毋过呢，这新北市加起来，其实这家友是有800外人，实际去大海煞无到100。血压有点高，体温有点高，血压跟体温有点高。好。啊，明天要洗肾啊。警察接到通报，赶去土地公庙，台中一名家友已经赶到昏倒伫涂骹。有民街友疑似因为天气过于寒冷而昏迷倒地。天气冷气机全台的紧急救护，敢若这3日，官方资料显示，非创伤意外心跳停止案件都112件。即马强烈大陆冷气团要来啊，各地也连续启动低温关怀服务。
工作人员到场开始前置作业，只要气象署有报，刚到12度以下低温，台北市都会开设临时避寒处所，现场有拖卡组困地换洗衫，提供家友使用。那目前是有开设2处，一处在我们台北车站的 K8，一次在我们万华社福中心。在我们避寒服务这边，不要跟人家吵架，不要喝酒，但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无厝的人看册、看电视、短暂生活做伙。新北市的家友安置处所是规日开放，除了有防寒场所，其他关怀服务也有供应小的食物、发放御寒物资等等。因为我们的安置处所通常就会是在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它会受到限制，它就未必会接受我们的安置。新北市的坐车家友总计是伫850人左右，因为过去拄着寒冷的天气，实际大入来的人数，两县市加起来也无到100人，个别来看上济，也就是总数的10%。一样是这里啊，他没有叫我们去，我们不能去啊。社会局我知道，我没有去过。有人说是那个味道的问题。都惊认为搁较寒，刮风冻起来防止家友寒着。要毋过未少无厝的人经过各项考量，将机会大多数也是选择踮伫原地困。记者综合报道。伊朗会当讲作是网络管控上界严格国家之一，也毋过即马伊朗的总统煞宣布要来解除对 WhatsApp 甲 Google Play 禁令，讲这是放令网络限制的第一步。各种手机啊，放伫赌场内底，互伊朗民众选买。毋过，伊朗政府长期严密监控国民对网络使用，控管是全世界第一、第二严格。到伫支持伊朗宣布解除 Meta 下开即时通讯应用程式 WhatsApp 甲 Google 公司 Google Play 禁令，因为外政府官员认为社群平台反倒在组成反政府运动，所以 Facebook 前身是 Twitter、X 甲 YouTube 等美国公司的社群平台，到即马也是封锁当中。آره خوشحالم مخصوصا بیشتر برای خود گوگل پلی چون یه جورایی بهترین فروشگاه اپ توی جهان حساب میشه از این لحاظ آره به نظرم باید رفع فیلتر میشدش就算伊朗政府直接禁止这社群媒体，毋过民众也是有法度并抢，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规避政府的封锁。今年4月中旬，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马承诺要解除伊朗的网络限制，所遭到136个国会议员的反对。因感觉开放了后，会互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等外来势力透过社群平台干政。毋过解决派无安尼认为，相信长期封锁间的后边关更加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چیزی هستش که عام مردم میخوان که فیلترینگ برداشته بشه. حالا یه سری افراد جزئی هستن که این مسائل رو میخوان که فیلترینگ بشه به صورت جزئی حاشیه. این امر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نه تنها این اپلیکیشن سایر اپلیکیشن ها فیلترینگ برداشته بشه و مردم بتونن به صورت آزاد تو با دنیای خارج و با دنیای داخل بتونن ارتباط داشته باشه. 伊朗资讯甲通信技术部长哈希米表示，在促销网络限制方面，政府已经行出第一步，未来也会到达放令对其他网络平台限制。毋过目前除了 WhatsApp 甲 Google Play 以外，大部分的民众也是靠 VPN 去其他受限制的社群媒体。公司新闻新闻报道。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参加高雄新车站广场生意天棚的启用典礼，伊也宣布未来这高铁是会开启到高雄车头，铁道局是估计这一冬后草案就会当出来，会配合高雄市路径计划减少拆厝甲搬厝。也若屏东县是真希望这个行政的程序会当较紧的，互高铁也通探到屏东的潮州。请启动。罗兰高雄参加高雄新车站广场生意天平启用典礼，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对高雄的环境也有较侪，会将高雄屏东台南规划做大南方新设谷，也确定按高铁南沿岸用高雄方案。最终的决定，我们希望未来的高铁将会来到高雄车站，我们采用高雄方案，造福地方，连接台湾。造福大家，好不好？中央本来期待用左营方案，不过考虑到增加运输量能、行车安全，改做高雄方案。地下化通往市区正式高雄站，高架东沿屏东，有个全长大约29公里，经费超过1000亿，也会面临较侪拆迁。铁道局表示，会配合高雄市大都更计划减少拆迁，国家高雄市成立高铁南沿规划工作平台。在综合规划大约是1年的时间。那因为它是表定2阶环评，必须要有4季调查，所以至少大概也是要
1年多到2年的时间。对，因为前镇的工法的话，可以尽量不要拆迁。这个案会用2阶宽屏，初步估计宽屏作业时间至少1年。屏东县是希望加紧行政定数。路线明确之后，那然后相关的这个单位，包括铁道局、高雄市政府、屏东县政府这边，大家全力来推动，加速的动土，加速的施作。我们希望高铁延伸到高雄市区，应该要包含小港机场，以及延伸到屏东，应该要以小港机场延伸到潮州。因团认为，高铁延伸屏东6地处，甲代替现有路线并行，对屏东交通运输改革无意义。建议延伸到会当带动发展的潮州地区。屏东县表示，无管倒一案，重点拢伫6地处，毋忙早一通车，也会预留高铁往潮州延伸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有一个34岁姓黄的女性，伊是互诈骗集团甲找去做车手，坐高铁去到云林甲南投甲人收钱。第3站来到中华的时阵，去互警方甲掌着，现场查到现金140多万。中华警方锁定这查某人入去这大楼的时阵抓人，原来这查某人是诈骗集团吸收的车手。你送什么？送什么东西？他就叫我帮他送东西。送什么东西？警方伫身躯超出141万元。姓黄的查某人表示，家己为20为新竹市坐高铁出发，先是到云林高铁站收一个被害查某人90万，了后上巴到南投草屯，向另外一个查某人收31万，随去搁到中华园林收钱，都互警方掌着。正与妇人面交诈骗，取款新台币20万，并查扣新台币141.2万、工作手机1支等相关证物。诈骗的案件实在有够多，台中警方除了拍影片，用 AI 辨别的方式提醒民众唔通相信不明的影片，也分析台中市诈骗的状况。台中市12月到截止，总共发生1960件诈骗的案件，是全国第2名。财损金额有大票12.6亿元，是全国财损第3名。其中用假投资诈欺上济有592件，还有5大涉诈的交友软体。歹徒几乎都在交友软体跟网络上来钓鱼接触被害人，之后呢，并要求来加入 LINE 继续做联络，每天的嘘寒问暖，增加被害人之间的信任感。就是说中的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还是拿着就是现金，然后走到是页面去做购买，比特币这种东西，然后找到对方的钱包。警方表示，这5大涉诈 App 分别是派爱做、CMB、抖音、Tinder、甲探探。被害者出面表示，伊是透过交友的软体熟悉网友，产生感情。对方摕到现金了后，就开始诱导伊下载投资 App， 用现金买虚拟货币转入诈骗集团的钱袋了后，对方就消失。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美家公安宫让72当过来做节，各大宫庙是有上百个顶头咧迎落日，互人讲这是府城今年上大的科技。其中高背景建安宫这开基太子爷归属金光闪闪，是有超过150两的黄金。另外呢，也有一寡收藏百年的古董甲陶器，也拢展出来，互大家会当看好高开。府城大街小巷闹彩彩，让72档美家公安宫举办3条造就，东头戏上天书仪备登场，其中有200档历史的下南建安宫发出叫庆赞，特别甲开基太子爷参马祖请出来，新尊无论是正甲新宝顶物品，拢用黄金落去打造，价值超过1500万，庙方嘛请八个保全专程对调调。感觉好，场面真大，真大，安尼哦，系啊，计划是种传统啊，真个有足真高的高背景啊，系，因为嘛拄卡着因啊只。因美家公安宫72单无做着啊，拄即款庙里出来甲庆赞啊咧，全力甲支持。其他庙宇嘛，输人毋输阵，像开基办好案嘛，搬出日本时代陶器参娘线，那关圣王嘛，甲全台唯一的东主爷公请出来祝贺，这就像一场文化嘉年华。找内底庙里这一寡古物吼，拄啊找到这较早差不多100档前的迄个物件啊，所以讲。
分享给大家。上天书是府城最少重要的传统科艺之一。文书讲述者讲，130年前清朝末期的《安平关杂志》就记载，若现金较济，就用纸糊的天书；现金少的，就去天公庙请，嘛通看到台南高礼数的特性。府城人就是重感情、重交陪、爱民主。所以每一遍上天书的时候，拢会非常热烈。这边是双倍奉还啦。我来就是讲，咱个欠人2颗啊，72档做少一遍，所以高毕竟伊个会将伊的诚意展现出来。计共24顶神轿上百顶头来楼价，高算上万人来参与。这庙宇嘛讲会拍拼甲这个文化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那是新名哦，其实人拢爱水，也毋过呢，这西装的用品遐侪款，观众朋友敢捌想过因的台语到底是安怎讲嘞？公司台语台是准备推出装好水水的网络节目，除了教人西装的台语用词，也会分享现代时行的头毛型甲清茶的讲法。三个这拄则你有讲着，拄则你化妆水了的。何林说，精华液，精华液了。何林说。民众2个人一组，伫时间内用台语来形容各种美妆品，互对方用。化妆台顶的保养品、美妆品满满是。毋过你敢知影这款物件的台语要安怎讲？台语台特别打造一个装好水水美容院，带大家做伙来熟悉无同的美妆台语词。这个米粉台语要讲，米粉哟，当然。碰粉，对老师念一个，米粉台语要讲，碰粉啊。会当学真侪本地无啥会晓讲的台语啦，系啊。但呀，一寡化妆品也是用的物件要安怎讲？活动过程中，民众哪耍游戏，哪学讲这寡美妆品的台语。民众分享，这是平常时会用到的物件，不过常常要讲煞袂晓。伫活动现场，民众若是拄到毋捌的词，会当透过台语台的台语新词思考查询，也有提供发音予民众参考。要向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美妆相关的台语词要安怎讲。希望观众朋友若是有一寡袂晓讲的台语新词，不管是科技、运动、网络，都会当去台语新词思考查看卖哦。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这个装好水水美容院营业9礼拜，民众会当小招去体验。也若装好水水是台语台头一个美妆类型的网络节目，要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带大家了解无同美妆头毛型清茶的台语要安怎讲。希望所有爱水的人斗阵装好水水学台语。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岁末年终，大家拢咧食尾鸡。即马有一个女性的国乐团体，是国乐系学生家己出来的，为着要发行因家己的专辑，因是拼场来歌场赚钱。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做伙来听这阵少年人的生命乐章。舞台顶精彩国乐的表演，加流行音乐加入编曲，互演奏跳出传统的束缚。这阵查某囡仔拢是国乐系出来的。在各种的活动表演的场合，互更较侪人感受到传统音乐无共的可能性。然后阮内底有二胡、琵琶、笛子，然后古筝、扬琴、唢呐，然后还有2个舞者。乐团的成员内底有真侪人已经做老母啊，因的生活就若像真侪职业妇女共款，除了无闲工课，也怪拨时间陪伴厝内的人，为着追求创作音乐的梦想。敢来当想办法利用时间来练习。我是希望讲大家一定爱的，不论你现在在忙于什么样子的当下的任务，譬如讲专心当妈妈，或者是专心当学生，我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技术要一直持续 hold 住，要把它 keep 住，不可以因为随着迷会增长，然后就把大家的技术就往下降。女子商业乐团加减会互人有负面的刻板印象。团员瑞瑞即马也是大学生，当初伊要加入这个女子国乐团的时阵，嘛捌互考试、互质疑。不过伊用专业的态度来证明家己的实力。拄加入的时阵，就是大家拢会讲啥物歹听的话，就是互我真紧张。啊，不过离去的时阵，我就正请遐的，拢会去表演啥物外国人听，还是要
团互台积电的聆听，我就感觉哇，我就厉害。虽然一路行来清在去互看衰，不过这阵女主角团也是坚持因的梦想，以传统国家为基础，结合创新甲表演，在音乐的这条路继续向目标来行。记者陈雅顺、连新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嘞？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0度到18度，中部地区11度到21度，南部地区是10度到23度，东部地区10度到19度。也那外岛地区9度到17度。再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新的人，我拢很愿意去栽培，国家这项音乐就是一直发展下去。乐音飞扬，哪像神经？女主国家团华丽上场。我就是主要是负责还原的，比如说走位啦、感情啦、表情啦、笑容，因为身体的摆动律动。传统甲创新是因的初心。家庭的支持是因的把苦甲靠山。其实我是想要摕金曲奖的，所以阮就是从阮家己会晓的表演先开始。这是音符甲爱的旅程，嘛是因心中的梦想。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糯米糠啊，有够高水的咧！谢啦，谢谢。糯米糠啊，啊，搁来就念面粉糠啊。但是阮就讲，你有特别讲法，就是加有胶啊，伊尖的甲转倒转来，甲拗。你无尖呢？嘿，无要紧，无尖嘛是会当拗转来，嘿，啊，搁来对拗。对中拗起来。嘿，对，是不是安尼？差不多。哇，有够自然的啦！好，我这是长尾山牛，啊，老师诶，较细只，放山鸡。头家你拢咧讲啥？我拢讲他来话。我想要甲你做伙。熊哥，咱要去约会哟？咱要参加微电影啦。微电影是台语剧情第一片，5到10分钟以内拢会当参加哦。弟弟妹妹真高水。什么背？影片弟弟 Q 弟弟，微电影台语第一片创作评选。奖金上悬20万哦。来，好起啦！那边。好，到底去到位嘞？真的去啊！哎 S 是师傅什么？竹林。好，对了，好，加油！接好一挂，接好一挂，接好一挂。花嘞。接。接好一挂。啊！